Big Bang 的团员胜利，因为涉嫌提供性招待，被韩国警方以嫌疑人身份限制出境，昨天下午宣布退出演艺圈。不过这起风暴似乎越滚越大，韩星郑俊英接着被爆出偷拍不雅影片，而且还和演艺圈好友互相分享。他承诺一回国就会接受警方调查，而数位男团成员受到波及。Big Bang 成员胜利 vs GD， 到了明年胜利一个人就代表着 Big Bang 的脸面了，是吗？是啊，所以说要小心点啦，哈哈哈！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Big Bang 就完了。GD 入伍前的叮咛，竟然真的一语成谶。Big Bang 成员胜利因为夜店纠纷，扩展到被爆出提供性招待，甚至被警方发现，手机通讯软体有个群组在分享偷拍影片，其中2名还是男歌手。韩国媒体这份档案内看得到郑俊英就像胜利一样向演艺圈好友分享私密影片。韩国新闻媒体掌握，韩星郑俊英多次分享和女生发生关系的偷拍影片，而且被害人多达10位女生。律师、偷拍者和散播者会被判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3000万罚锾。对话截图也曝光，郑俊英和朋友炫耀和丧礼上认识的女生发生关系，经信好友问有没有影片，郑俊英立刻附上影片。韩国媒体这次对李姓歌手发送了一段影片，今天和女生发生了性关系，甚至还详细的描述过程。韩国媒体还公布群组里有 FT Island 崔中训和 Blue 李宗铉以及龙姓歌手，让大家联想到 Highlight 成员龙俊亨。他马上发表声明强调，编排后的报道内容全都不是事实，但私下确实曾讨论此事，未来会更小心。韩星郑俊英2016年9月25日在双方同意下开玩笑拍摄的短影片，之后马上就删掉了先前郑俊英就曾因为偷拍和前女友发生关系影片开记者会鞠躬道歉，这回疑似是因为手机故障送修才爆出，目前人在国外录影，已经中断所有行程节目2天1夜，将删除他所有的部分。他也承诺一下飞机就会接受警方调查。